断可以断。小法官无声。哎，等一下哦，那个都好了吧？小赖哥，等一下，我们家小赖哥还没来。在我后面站好。哦。对对，这样子让大家比较好取。可以吗？好，对对，这样都可以吗？都可以吗？都拍得到啦哈。好，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说那天市长补助的时候好像水务变成了是打杂了，丢掉这个房贷工序包而去帮市长拿麦，怎么看？这部分是市政问题，可能就比较跟水务有关，不好意思。那个猪猪姐啊，其实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民主国家的权利就是人民赋予的，所以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老板。那身为公职人员呢，本来就是要帮人民谋福利。那如果说市长当选之后，自然就会帮人民找一个最好的 CEO。那另外就是猪猪姐要去最近会选去台南选立委，那市长有考虑未来去帮她站台加油。关于猪猪姐，就是洪主席呢，愿意前进这个台南这么艰困的选区，我们是非常的感佩他的勇气，然后我们要帮他加油。那可是就是有针对于他加油这部分，那我们也是认为说，他非常的有勇气。那我们也会希望说，能够跟全台湾参选立委的这些参选人呢，能够一起加油，翻转台湾。所以像你刚才提说那个是市政问题哦，可是现在市政跟竞选选部似乎是已经澄清了。像昨天晚上他明明是跑市政行程，可是场外却有一大堆的这些国旗的摊贩，像造势大会一样。关于小林村事件嘛，对不对？那小林村事件，其实在市长的心中，他最关心的一直都是小林村这些居民，他们受影响啊，然后他们现在的状况如何？那同时办纪念会，我们也是认为说，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居民能够早日的走出伤痛，能够抚平他们的伤痕。韩粉是不是有越界呢？在外面摆摊搞得像造势？如果说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现在不确定，但是如果说是有这样子意外情况发生的话，我们以后会避免。那云嘉南的部分，市长的那个民调有掉了大概5个百分点。关于这个民调部分，每一份民调的结果我们都尊重，那我们以后也会持续的继续努力，那就是尊重每一份民调的结果。那云嘉南的部分好像是受到农舍的影响，农舍到底在8月20号之前会拆吗？而且农地农耕的话，为什么上面会有警卫亭？关于这个农舍的问题，其实市长是已经有回应过了，他是强调说一切依法行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外界说有那个郭办的幕僚是金明干练，你是走小清新风格。这个部分是也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于任何的批评或者是任何的指教呢，我们都会把它当成蓝营团结的最大的养分。好，谢谢大家，我真的要赶行程。好，谢谢哦。